续来到台东，连落几啊天的大雨，是落甲沙仑溪涨大水，大水淹过大王村这个庄头，有农民的石徛园规片拢互大水冲掉，嘛甲一寡农用的家私冲害，损失至少200万。 大雨用到的边仔农舍，就算有固定做好向，同款闪袂过毁损的苗粉，几若块石头贴做一伙，门后可能是价值200万的机区，互农民买口无目屎。沙仑溪原本的河道被阻塞之后，暴涨的河水就直接像这样外溢到旁边的农田来，连带被冲刷下来的土石毁损了电线杆以及在地农民摆放农具的房舍。现在身后面看到的这个都是私家了，全部都拜拜。 没办法，那个石头滚下来，水泥滚下来都是这样子啊。人想到卡带这块土地本正是一片石徛园，即摆敢若剩土刷石头坎咧，这世人的心很老实，大水可以直浪费民众大所在。昨天有小部分已经溢出去已经有到下面的村庄了，大家都是说哇。 所以那个泥土怎么跑来我家了？半暝啊，平平变变，民众那真鱼啊困袂够多，因为这几天落大雨，造成太麻里溪水涨水，四周围金峰乡、嘉兰村过去受到海东、布拉桥、洪台震坏，造成崩塌。这边情形更加严重，和民众拢真烦恼。边仔沙仑溪同款涨水，早时水淹来嘉伦产业道路，今仔日是个淹来大王村，真侪徛家厝的所在做大水损失真。 昨天晚上真的是很危险，这边的水一定整个村庄会被冲。我们已经比其他村庄做提早1天的那个预防性的撤离。啊，星期2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红色警戒了嘛哈。即摆民众配合铁力砖头前往避难所避，乡里互相帮扶，同齐抵抗山都离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